桃园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总是有教导人员去予学生泼滚水，搁予学生用笔甲面画着伤。前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行交保，伊批评检察官差1年啥都差无，批评总统赖清德分裂台湾。由血癌过身的15岁少年家阿富提斯，因为2项奇迹，互高中封做千禧世代头一位圣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先来看法务部矫正署伫咧桃园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总是有教导人员去予学生泼滚水，佮予这学生用笔甲面画着伤。校方是表示讲会追究刑事责任。高雄围起来改变心检，由矫正署设立伫桃园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主要收容依法执行感化教育处分的少年。这次案传出暴力事件，一名感化生为了替防纠正的同学出去，以滚水甲原子笔攻击教导人员，学校校部赶紧将人送医。脸部呢有几道的刺伤，因为用热开水去泼洒我们同仁，那有造成烧烫伤。学生的部分，当然我们这边除了谴责他的不当的行为以外，也会去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学校强调会追究刑事责任，也毋过这并不是矫正学校头一摆暴力事件。去年3月，就有9名学生因为想要拍闹球，互拒绝杀不同。2020年也发生感化生另地食有案，全台有4间矫正学校可能介好问题，学校来都算是一般的功课拢爱做起来。他们以前都不爱读书，勉强他们读书是种难处了，应该给他们学习一技之长，比较实际一点的。好像有问题的孩子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给他们改变，这个是很大的难题。大家都是要了解，这个是必然的现象。教会所表示，真侪犯罪是出伫家庭，显伫学校，恶化伫社会。法务部相关报告也捌提起，真侪感化生早伫入校进前，就已经失学，长期依附偏差同辈接触帮派出文化，造成性格冲动匆忙。教会所认为，伊除了透过功课甲磨练去调整心情之外，更加训练感化生有一个技能，互因会当个融入社会，才有机会降低再犯罪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逢甲上款一间餐厅，今日中昼是雅士爆炸，怀疑是这员工咧使用雅士喷枪的时阵无细致造成的，加共是有2个员工送病院。玻璃破掉了。救护车赶去现场，赶紧将受伤的人送医。看到民众讲到代志发生的经过，一直讲惊一条。嘣一声，然后我出来看的时候，就玻璃碎掉。就整个玻璃碎掉而已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来，所以我在忙，我没有看到。我转头过去看，就整个都是玻璃的啦。2名员工分别受到耳面甲手烧着伤，紧急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代志发生伫台中逢甲上款西安路的这间餐酒馆，车牌中途发生起爆。监视器画面翕到起爆迄时店家的玻璃门轰炸开，碎玻璃四过喷。迄当时也有不少学生甲游客当咧巷仔内准备要食饭，好佳在无去互烧着。看到民众指出，亲像是员工使用加速喷枪无细腻，经销表示也爱后手赔偿。现场是有发现，在后面厨房有一些遗留一些食材啊，还有一些可能有要准备主食的动作。相关上，不少所在拢会使用到加速管。理化老师指出，内底主要成分是丙烷甲丁烷，佮利用高压喷管装起来，会发生爆炸，多数甲使用不当有关系。如果你没有照它安全装置安装的时候呢，它容易气体从这个旁边开口处呢，从旁边漏出来，就会产生气爆的现象。瓦斯罐它的开口的部分是不是过于老旧？所以温度稍微升高一下，或者是我们去触控的时候呢，那它可能密封性就没有那么好，有可能就漏气，所以也会造成气爆。理化老师指出，丙烷甲丁烷拢较易烧起来，拄到高温度的引发火势。使用进前爱确认管啊芯敢有损坏，甲安装监测拖动。使用的时也爱管理火源，甲保持通风，才当确保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前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今仔日交保，下晡2点外离开法院的时阵，伊是批评这检察官差1年啥都差无，迫害大众对司法的信任。而且伊嘛批评总统赖清德分裂台湾，发讲这个案件根本就是冤案。
怪问题只迄个时阵，就交保了后，就挂电子卡权，赶转去新竹的老厝，甲因妈妈见面。支持者总算看到前民众党主席郭天，身躯边有太太陈佩琪，牵手陪伴到庭行出法院。检察官，你们查了1年，到底查到什么？什么都没查到。民进党做梦都没有想到，民众党怎么会这么干净？就为了这几个检察官，把整个台湾社会的司法信任度全部摧毁掉。这条7000万交保面对法院裁定，要表态爱国心思。继3日了后，设备点头交保，先感谢小草的支持，暗过为一等，先批评检察官摧毁司法信任度，可炮轰总统大清定，让台湾陷入混乱。这个案子根本是冤狱，我个人的苦难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希望台湾以后可以更好一点呢，不要这，为什么要让整个国家陷入四分五裂？赖清德，你好好想一想吧。被羁押警戒差不多1年，关提讲起看守所生活，家己考试家己是轻车要犯24小时看不到日头。高雄香港道真济法警根本都是夜未将，不敢回应有保全收容人的放射空间光线顶，决定是安排运动时间，暗过对警戒被告的采取必要区隔措施。民众党党员几摆支持者客满北京外口人行区，迎接关提登去，暗过队伍内底有110个人伫现场抓银纸，关提新的故乡姚总统。柯文哲贪污，你们知不知道？司法不公平，知道吗？关提交保了后，一段行程就是等于新竹找妈妈，暗过被限制住机，每日暗时10点进前爱登台北，用手机上传住所的画面，讲起后生走步，关妈妈是真唔甘。忍袂住，后天流目屎。我一个人找1年，佫找无。佫可能贵的。生活嘛是真艰苦咧。这摆这条交保北检议员咧演技是毋是控告官司也还未结束？台北地院排定查到心理经发生这案件，国天会阁一摆出庭，甲检方正面对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日本首相石破无昨宣布请辞。这石破无是自就任执政，就面临真济困境。上较严重的，就是自民党的3届大选举拢大输，加上这内政欠美，造成美的计数大起，破发现金的争议，也有美国关税谈判表现，这种种的原因，拢造成伊的支持度一直咧下降，即阵宣布请辞。不过，咱大家讲的这寡问题，并未因为伊落台的解决，接任的党主席有关是爱处理。所以讲，到底是虾米人有可能来接呢？目前声势上介好的，一个是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另外一个是现任的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不过，无论讲这2个人是虾米人来接任首相，拢会是日本的新纪录。就看到时阵是会出现这有史以来头一位女首相，也是100年来上届少年的首相。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特别换主人关定策备，要决定敢是要提前解散党总裁。为着避免党内分裂，新兼党魁的首相就破毛提前宣布辞职。石破茂宣布请辞自民党魁职务，接下来由谁接班，成为日本政坛关注焦点。包括现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还有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等等，都是被点名的可能人选。根据日本媒体上新民调，小泉进次郎甲高市早苗并列上卸任首相第1名，民众的意見明顯分作2派。高市さんなんか言ってることはすごくいい話をしてますよね。だから少しは日本のためになっ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ちょっと年齢層は若干今までよりかはちょっと低めの、小泉さんとか、そこら辺の年代の方が私からしたら一番いいのかな。目前自民党内当咧讨论，除了国会议员选票，爱加上专属多元投票的全规型，也是都道府县代表的简约型，来选出新总裁。那以全规型举行，选举時間預計第10月初。国会議員と都道府県代表だけの選挙だと、どうしてもその大きな派閥の出身者とか、党内に支持基盤が強い人が有利。一方、党員という一般のその方が投票すると。やっぱり世論での人気が高い人が有利になってくる。不过，就算选出新党魁，伫参众2院，拢变做少数情况。
首相指名敢会当順利勝出，甲未来政權營運攏是考量重點。高市さんを総裁にすると、結構参政党などに逃げてしまった保守系の有権者の票を引きつける衆参で少数与党なの変わらないので、仮に自民党政権が続くとしても、野党の協力を得ないと政策は通らないと。小泉さんの方が中道寄りということで、野党との連結点では小泉さんの方が有利。執政活一年的石破毛政權都要結束，在調查野黨的情況，無論什麼人當選成東區，攏要面臨政局無穩定的考驗。公司國際記者是許浩日本特家報道。以色列耶路撒冷今日早起是有公車站發生槍殺案，兩個查甫人舉槍向當咧等車的民眾來開槍，上無是造成5個人死亡，20個人受傷。這槍殺案是發生的地點，就伫咧2年前哈馬斯恐怖攻擊的地點附近。這回2個查甫人是開槍彈當咧公車站等車的民眾，還佫有坐佇咧車內底乘客。現場是有真濟民眾趕緊逃命，路邊是有真濟玻璃碎片，還佫有火藥。嗰2個民眾是昏迷倒佇咧路邊。以色列政府講，這兇手是對約旦河西岸佔領區來的，已經當場解斷死。接落來看這2023年，佇咧澳洲的維多利亞省是發生一件有毒的狗的料理奪走3條人命案件。嫌犯艾琳·派特森是邀請伊的前翁，還佫有前翁的爸母等4位長輩去因兜食飯，講是要討論這囡仔監護權的代誌。這前翁是無去，不過另外4位長輩食煞就開始燒煞艱苦，落尾3個人死亡。但開始這嫌犯是堅持講，伊唔知影伊煮飯用到的這狗是有毒的。不過案件查落是查出真濟疑點甲證據，認為講這狗就是伊專門準備甲下落的，所以最高法院是判伊無期徒刑，33年了後才會當申請假釋。掛手銬的50歲兇手艾琳·派特森，雖然佇審訊期間一直講無故意殺人，不過依然佇7月被判刑3項殺人罪，甲1項殺人未遂罪成立。For the attempted murder of Ian Wilkinson, I sentence you to 25 years imprisonment. For the murder of Heather Wilkinson, I sentence you to life imprisonment. For the murder of Gail Patterson, I sentence you to life imprisonment. For the murder of Don Patterson, I sentence you to life imprisonment. All sentences are to be served concurrently. The total effective sentence is life imprisonment, and I fix a non-parole period of 33 years. 外電報道，兇手佇冊被聽判決的過程中，目睭攏刻刻，敢若佇法官宣讀刑期的時陣，目睭才擘開，當時完全無表現出任何情緒。法官佇宣判時陣，佫指出，兇手毋但殺害3歲老大人，也予死者的子孫愛長期面對無法度彌補的傷痛。另外，兇手犯案了後毫無悔意，佇澳洲無死刑的狀況之下，愛盡可能延長刑期。嫌犯辯護律師捌提出特定期限內不得假釋的要求。另外，艾琳·派特森會被關押佇毒機房，佫嚴格限制甲其他受刑人接觸，這攏是互法官考慮佇量刑的因素內底。也就是講，兇手甲進前遭到羈押的15個月在內，若服刑滿33年，就應得到假釋來出監。公視新聞徐家珍編譯。接落來，我來看另外一位人物的故事。2006年，因為肺癌過身的15歲電腦天才阿庫提斯，為怎樣已經過去10年啊，又閣講起這位少年家呢？就是因為這9月初7的時陣，梵蒂岡羅馬天主教教宗良14世正式甲封做千禧世代頭一位聖人。這位少年家佇咧在世時陣是運用科技佇咧網絡傳播天主教，去予人號做是上帝的夢請。不過，伊封做聖人，並毋是伊咧傳教爾，是因為伊有2項奇蹟得到教廷的認可，分別是一位着罕見腰手病7歲查甫囡仔，佇咧接觸這阿庫提斯的衫了後，就奇蹟復原。也閣有另外一位是腦部嚴重受創傷的查囡仔，伊媽媽去阿庫提斯的墓頭前祈禱了後，伊就奇蹟好起來。
大大2条布帘挂伫圣伯多禄广场。梵蒂冈罗马天主教教宗良14世伫当地初7正式册封过新的2位圣人，一位是电脑天才少年阿库提斯，因为得到白血病，伫2006年过身，只有15岁。伊伫伦敦出世，爸母拢是意大利人。细汉时阵随爸母移居到米兰，在新进前真备网络甲电脑的应用，也捌解释真侪网站传播天主教教义，佮记录发生的奇迹，互叫做上帝网册。In questa cornice oggi guardiamo a San Pier Giorgio Frassati e a San Carlo Acutis, un giovane dell'inizio del Novecento e un adolescente dei nostri giorni, tutti e due innamorati di Gesù e pronti a donare tutto per Lui. 要加做奉献的对象，爱有2个得到教廷认可的奇迹。2009年巴西一个着腰手病的7岁查甫囡仔，伫接触到阿库提斯的一领 T 恤了后，扶起来，也有一名脑部受伤的哥斯达黎加查某囡仔，由伊的母亲伫阿库提斯目前祈祷了后康复。这2个奇迹拢得到教廷认可。另外一名奉献的意大利青年弗拉萨蒂，以热心帮助善车人甲弱势族群出名，却伫24岁因为小儿麻痹症过身。除了奉献仪式，当地初6、初72日，也有超过1000名 LGBTQ 天主教徒甲支持者举行雕像活动，加做梵蒂冈第1个多元化教徒雕像团重要代表。Che la Chiesa continui a essere aperta, come oggi dimostra di avere le porte aperte per todos, todos, todos. 这摆活动是由意大利协会约拿当执掌主办，是天主教会纪念活动之一。希望当推动信徒之间有更加大的包容性，参与活动的信徒来自大约20个国家。虽然活动中无安排到高中24岁会民，因过未少参加的信徒认为，这摆活动让因感受到更加侪方接受的重要性。虽然高中27岁依然坚持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也毋过也表示未推翻前高中放弃各地2023年温准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决策。公司新闻台视同编译。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包含新北、新竹、苗栗、南投、嘉义到高雄的山区，也有这东半部地区，到明仔拜二到这段时间拢要注意会落大雨。拜二中昼过后，雨正大，也去保重台中太平区居民行大水淹入去，赶紧囤沙包，不过也是冻不掉。水太大了，所以直接冲下来了，沙包全部又冲倒了。监视器也翕到大水位面堤边的巷仔冲出来，边的砖壁记载袂条倒去，搁占路的一半，影响通行。我安尼车驶入啊，吼，逐条沟啊都拢满。大台北市礼拜日入暝了，雨势搁较大，积水浸入信义区百货地下停车场、机车道，亲像出水道。涂骹拢是土石，强降雨影响，互上层机场国内线航下排水管未付栓塞，上过冬刷落落去，航站已经派人检修，现场无人受伤。反正台湾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漏水，要不然就天花板掉下来，要不然就什么挖沟。什么有问题的？我觉得应该要日常的维护是要做的，只是说希望能做得更好。气象署提醒，拜二中昼过后，山区也是有较大雨势。拜四进前西半部地区甲山区爱严防中昼过后较大雷阵雨。拜四进前多年度大楼，中华云林嘉义甲花莲爱水节海水倒灌。明天的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少一点，不过明天的话，在山区午后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明天都可能要注意的，有些地区可能这个午后的对流会影响到比较晚的时间。当然，大部分的这个比较正常的时间都是在下午过后，它这个对流就开始发展了。专家分析，拜四开始太平区增强各地天气较稳定，中昼过后雷阵雨范围会明显减少。未来7日内热带系统发展会对高压水的小中有望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南部的连锁店丹丹汉堡宣布起价，起上介济就起到5块。也阁有高雄的盐埕堡一间真出名的面搭嘛宣布要起价，起5块至10块。也若是台北这边喜来订饭店食到饱的餐厅，10月初1开始，假日是要起100到200。早大开门就有4道人起来交关。高雄盐埕区这间阿财鸡丝面，原物料已经起几落届，头家是讲9月初开始部分品项调5块至10块。真的一直在涨，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涨幅是最少了。可以理解啦，物价真的是高涨，然后人力人工这个也是真的很不好调整。
除了面点啊，南部出名的连锁速食店丹丹汉堡嘛，要伫12起价，部分套餐起5块，部分早安餐饮料起3块。美国五谷三肉糜顶起2块至3块，也有11个品项停卖。店主是讲，因为原物料、人工也有因为成本逐年起价的影响。还行啊，5块钱而已，又不是天天吃。面点啊，连锁速食店起价，北部原有一个饱的餐厅起价。10月7日开始，喜来登自助餐厅假日餐价小调悬，平均起100至200。主计处上新公布的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1.6%，起价幅度比顶个月较大。虽然连续4个月比同月减价带有较低，不过食物类介绍起价幅度较大，加所得家庭承受的物价压力也是比整体平均较悬。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CPI 它数据上看起来还不错？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呢是面对那个美国的对等关税的影响嘛，那这个影响呢，其实它会使得那个全球的贸易量下降。学者认为，美国是全球上大市场，关税的政策恐惊会让真侪国家经济活动减少，连带国际商品的需求也会降低。CPI 是综合车、乘、大、交通各种商品服务加权平均的结果。这届原物料起价幅度对食品需求量较大的家庭来讲，对物价波动的感受会较大。记者采访报道。无论是路边摊，也是这大餐厅，咱投资者是有讲到真侪店拢宣布要起价。不过这食物件是咱人无法度避免的开销。主计总处就公布讲，去年全台湾家庭消费支出，这食食的部分就占整体27.74%，其中这高雄的比例甚至是有到29%外，也做6都当中上界重价的城市。店家10点半才拄开店，就有民众陆续来买白骨饭。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全台家庭饮食费占整体消费支出平均是27.74%，高雄比整体平均悬来到29.68%。我三城的饮食支出拍败美食之都的台南，是6都中上重视脆食面的城市。看身材就知道美食就是爱吃，不然高雄统计啊，6都里面最胖的。200块哦，1万块哦，系啊，迄摆物件大细啊，物件贵啊。菜好食，酱料咸芳成人，人客一买都几啊份。未少民众表示，饮食部分一个月爱开至少15000至2万。路上附近也无影响想买食的冲动。什么想吃什么就特别吃什么。哎呀，如果真的疯，你就跑去仁武买仁武烤鸭。久久啊嘛，都爱食一顿啊较好的啊，台南啊，也是东港啊，食海产就走去东港啊。那这顿冰品点心也袂当少，烧热的天气，和联合寮市场的串冰店透早人客都一直来。有人认为台湾人普遍爱美食，也有人佩服高雄人对这的固执。好像比较少一点呢，因为就是台北好像美食比较不多。食各种美食甲手吃茶是一种享受，也毋过对食伤固执，也可能反映伫身材。高雄大考率同款是6都第一，为了避免大考问题影响市民健康甲城市发展，高雄市府恐惊都爱想办法，让市民活得更较健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咱头拄则报道当中，画面是有看到真侪咱台湾好食的料理，即阵是要换带大家来看这瑞典的好食面。当地人是会伫咧这食坊内底到在地食材纯鹿的肉，不过这纯鹿的肉本身介绍就贵，加上其他食材，一份就要挖近800块的台票。甲肉伫店内炒甲香讲讲，佮配上起司甲菜丝，都是一份真好食的熟香糕。也毋过这毋是普通用来做熟香糕的牛肉是猪肉，是纯鹿肉甲米鹿肉。纯鹿肉是瑞典顶级款国家的特色肉类，原本是原住民萨比人的重要人口，一直到即马又原是小规模生产。瑞典北部一位餐饮业者就想到，若使用当地较好处理的纯鹿肉做熟香糕，将会真有地方特色。开业了后，是受到侮辱，高达已经有10年历史。We asked around what Kiruna people would like to eat, and they said Subway, and we go, oh, Subway. No, actually we should make a sandwich, but with local products. So we're thinking reindeer and moose because it's easy to get the meat. 一礼拜前，当地一间有100年历史的教堂，采用规栋刷草的方式搬厝，以方便开采下面的矿产。真侪观光客拢来观赏搬厝的场面。也同时，伫这台餐车发现意外惊喜。有人表示，鹿肉的滋味真温和，相信无论是当地人也是观光客，拢会介意。Quite like the taste of it. It's not like
In England, we have like game like deer and venison and pheasant, partridge, but it's not gamey like that, so it hasn't got that really strong flavour. 也毋过，这台餐车为着极宽100-200公里，当地真侪食材，拢爱为外地啊运送入来。加上酸辣本身就较贵，所以一份小胖饺并无俗，爱大约790块台票。头家表示，这无定就是全瑞典上贵的小胖饺餐车。公司新闻由派准备的。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